婆婆你又咳啦，不如我帶你去黃醫生度睇下啦。真係好啦，我同婆婆都有政府提供嘅乘車優惠，減輕咗學生同長者出街嘅經濟負擔啊！婆婆，你用唔用政府醫療券俾診金啊？好啊，唔該晒。已經登記完啦，你哋坐低等叫名啦。財政司司長即將公布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，預算案將聚焦喺增加長者福利以及刺激旅遊業，推動經濟發展。財政司司長表示，預算案已經遵循量入為出原則，力求達到收支平衡。唉，最近經濟又唔好，政府收入又減少。希望政府編製財政預算案嘅時候，確保公共嘅財政真係可以用得其所啦。張淑蘭，哎呀，婆婆你唔好講住啦，到我哋啦。婆婆你返到屋企記得準時食藥，仲要聽黃醫生吩咐，得閒去樓下社署老人中心做運動啊。知啦，敏儀你最乖啦。